某見一排嘅陳法拉呢日出席活動嗰陣，睇到有傳佢同埋 TVB 約滿之後唔會續約，更加有傳佢有喜有悲雪藏，佢就通通否認，仲話同公司嘅舊約去到5月，所以依家都傾緊㗎啦。一路都傾緊，係啊，所以而家我都順利㗎，大家都傾得好愉快，而家大家可能即刻一個新嘅合作方式啊，或者係睇下啲舊嘅合約，以前係選美帶落嚟嗰個合約啦，咁所以係啊，咁就係咯，咁而家有個新嘅，希望大家先碰口定咩啊？你知啊，而家大家都在傾緊啊，你自己想咧？我自己反而係想趁呢段時間俾自己真係唞一唞，一路入行到依家都拍劇都冇斷過，一路都咁多年都一路拍劇啦。咁覺得自己其實如果趁呢個機會可以真真正正再揾一啲機會進修下演技啊，或者係自己再諗下下一步點樣行啊，咁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時機嘅。簽約續約嘅條件啊，即係幾多年時間你可以做其他嘢？我覺得續約係講一個合作咯，同埋大家都舒服嘅一個合作咯，唔係講條件咯，同埋同 TVB 係即係帶我入行係喺 TV 大嘅，所以係唔會話即係講條件嘅，有好時候係講感情嘅。我覺得大家係呢個家庭長大嘅，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大家都係講感情咯，係啊。